今嘛又搁传出有警察违规用 TikTok， 台中市的和平分局有一个姓张的警察，毋但甲训练的画面抛起伫中国的 TikTok， 内底还阁有穿制服，还阁有甲因女朋友相染的画面。分局除了要求爱甲即个影片为网络顶摕落来，嘛会照规定来甲伊处分。 画面拍上国旗，还阁有环境练习、千机分解训练画面。台中警方训练画面被翕落来，不过却出现伫中国的第一影音平台抖音顶端。而这个抖音已经是被行政院规范禁止公务人员使用的平台。民众认为安尼做法可能有治安疑虑，不太恰当吧？因为警察就是公务人员嘛，对啊，然后抖音是。 对，很有争议的一个软体，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太妥当。台中市和平分局的一个张姓员警被网友发现，将训练的过程抛起抖音之外，还佫有穿着制服、甲女朋友相染的画面，还佫将抖音平台当作社群来经营。警方调查了解，这个张姓员警是为着要甲查某朋友分享煞来传起的，不过煞将公务处理的影片资料无经过授权就下楼转传，已经违反规定。根据规定，因公务所取得的影音资料没有经过机关的授权，不得擅自的复制及外传。本分局并无授权该员警将影片转传。专业性的角色啦，我觉得他还是要展现他专业的一面。是这样子一直去秀这些，我觉得会让人家觉得这警察并不专业。民众认为对着警方形象嘛有影响，而伫今年2月，台中市第5分局嘛有一个伫靶场担任助教的女警，将校园训练的影片抛起抖音，嘛引起争议。警方表示，除了要求下架影片之外，嘛因为违反规定，将会对着这个员警行政处分以及加强要求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